开始来看台北市的网架，透早4点外，伫和平西路的一栋大楼火灾，对大楼的2楼开始着火哦。有一个查甫人发现的时已经过往咯。大楼的1楼是一间长照中心哦，有真侪行动无方便的老大人，40外个人先逃出来，规栋大楼疏散超过150人。人来来去去，甲老大人杀出户外，大路客满人，消防车正着急到场，拍火现场牵水线来灌救。现场因为烂罐罐，厝内烧甲臭焦，光线蹲伫涂骹。台北市网架区和平西路这栋大楼，22透早4点外，熊熊发生火灾。我听到嘣，好几声嘣，是看到烟，然后我们就跑下来。住户讲，会记哩警报一直响，广播一直讲有火灾。1楼是长照中心，内底大部分是住行动无方便的老大人。规栋8层楼疏散超过150人。目前长辈都是平安的，移回机构里面，不用做异地的疏散。那火警的当下，工作人员有紧急将住民40名都顺利的疏散撤离。那目前都是平安的状态哦，也已经回到机构做安置了。虽然长辈要大是无问题，不过天棚开始漏水，因为导火点伫大楼的2楼，一个60岁的查甫人倒伫厝内房间，明显死亡。他是一个人独居啊，独居在这里住差不多2年了吧。一个很平静的一个人呐，他也不跟你啰嗦，也不会跟你讲话。死者平常时是一个人大，这届碎锤所在熊熊火灾，火调人员早起夜中火现场调查，要来查清楚火灾发生的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